兄弟姊妹大家平安，今日是2025年12月初8。今日的经文是诗篇21篇，以赛亚书24章第1节到16节，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第1节到12节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主所听。上帝判断人一生的行为，结果是两个极端啦一个是领受到恩福，一个是领受到处罚。先知以赛亚的时期是以色列的分裂的时期，伊亲目睭看见以色列国被灭伫这个亚述，见证上帝的刑罚。以赛亚书24章第1节到16节，看咧，上主予大地拍远，完全荒废，伊甲地面反射转，予子民拢死散。人民安怎，祭司嘛安怎；仆人安怎，主人嘛安怎；女婢安怎，女主人嘛安怎；买米的安怎，卖米的嘛安怎；甲人借的安怎，借人的嘛安怎；散车的安怎，好野的嘛安怎。因拢受会死散，大地会完全拍远，互人抢甲空。上主安尼宣告：大地衰败打去，世界衰败倒坏，地上高贵的人嘛爱衰微。大地互徛起的子民污染，因迫害律法，违反律例，违背永远的约，所以大地受到咒诅，至到伫败坏。地上的子民拢因为因的罪来受刑罚，所以村的人民减少，村的无几个，新酒打起，葡萄树高大，快乐的人嘛拢吐开，日龙仔鼓快乐的声甜去，音乐的吵闹的声会静去，弹琴的声音嘛拢无去。无阁有人啉酒唱歌，高酒啉起来，苦滴滴，声拍远，受拆毁，厝拢关闭，无人出入，人伫街路要啉要找酒啉，看要找酒啉，因一切的快乐变成做暗淡。上帝的欢喜拢消失，城市荒废，城门讲甲嘴糊糊，地上万物嘛会安尼，亲像橄榄树的葡萄树的收成，佮找嘛找不偌久，因大声喊休，伫西边宣布上帝的威严，因为安尼。恁对东边归荣光互上主，伫正海的岛屿嘛称赞上主。于是上帝的名对天边海角，阮就听歌声，荣光归乎公义的上帝。保罗劝勉基督徒，初代基督徒就应该做一个互上帝所欢喜的人。因为基督徒的生存品质会通来见证上帝的作为，并且归荣光互上帝。保罗写予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批信，伫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11节到12节安尼提到。最后兄弟姊妹，阮也有话特别甲恁讲，恁有接受阮的教示，知影着安怎来生活，才会互上帝欢喜。其实恁有照安尼在生活，不过阮奉主耶稣的名恳求，佮苦劝恁的加倍努力，因为恁知阮有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甲恁指示。上帝的旨意是爱恁圣洁无淫乱，互恁逐个人会晓得用圣洁甲自尊的心来控制家己的身躯，无亲像老母
毋捌上帝的外邦人放纵私欲、情欲，毋通侵害，也毋通欺负同性的兄弟姊妹。阮已经有甲恁讲，阮嘛有严严甲恁警告，做即款代志的人，主会报应。上帝毋是呼召咱无清气的人的生活，是呼召咱过一个圣洁的生活。所以拒绝这个假释的，毋是拒绝人，是拒绝赐恁圣神的上帝。管你兄弟姊妹相听的事，无需要阮写信息互恁，因为恁已经家己死，承受着上帝假释，甲互相疼痛。其实，恁有照这个假释对待马其顿的兄弟姊妹，毋过兄弟姊妹啊，阮苦劝恁着爱行袂努力，将阮以前所犯有的，着立志过安静的生活，尽家己的本分，亲自做工，安尼恁就会当得到外人的尊敬，无需要靠别人帮赞。诗篇21篇，上主啊，王会因为你互伊的快乐欢喜，会因为你互伊的胜利非常快乐，伊的心意爱。你已经有讲，互伊伊的嘴所求的，你拢应答。用你大宽容福气得赢之伊，用纯金的王冠戴伫伊的头壳。伊对你求活命，你有互伊的血寿长长久久。伊因为你互伊胜利得大荣光，你将尊贵威严赏赐互伊。你互伊有大福气到永远，互伊伫你的面前欢喜快乐。因为王倚靠上主，佮因为至权上帝的慈爱，伊的王位永远稳固。王的手会抓着一切的对敌，伊的正手会抓着恁所有怨恨伊的人。伊一个出现会亲像炎热的火炉，甲因来烧灭。上主啊，你一个出现，要伫大受气中间，甲因吞落去，要用火甲因来烧灭。因为咧子孙会对地上受糟灭，因的后代会对人的中间上失，因要对用阴谋陷害王，毋过因的计谋袂会成功，因要互因活转身逃走，要开弓射因。上帝啊，急起来显示你的快乐，阮要吟诗称赞你的大宽容。恳求主爱的主来教导阮学习，更加甲主来亲近，更加愿意来遵行上帝的旨意。阮无论做什么，拢是为主来做，也为要求互上帝欢喜来做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